我係劉柱邦。今日好感恩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喺屯門醫院探訪義工床邊信仰分享嘅藝術。我嘅分享將圍繞兩個核心，第一係自我心靈嘅關顧，呢個係內功；第二係床邊信仰分享嘅體驗，呢個係我哋嘅實踐。好多人問，點解探訪他人要先關顧自己？喺課程裏邊，院牧教導我哋認識情緒表，呢個對我影響深遠。我建立咗一個習慣，每晚臨睡前，我會回顧嗰日發生嘅事，對照情緒表，誠實咁面對內心嘅喜怒哀樂，並透過禱告將呢啲情緒交託給上主。呢種操練唔單止平定我嘅心靈，更磨練了我嘅共情能力。去到病房，去到病友床邊分享嘅時候，我有兩條自我提醒嘅準則。第一，唔黑 sell， 唔急住將耶穌推銷出去。第二，適應優先，先關心病友喺醫院住得好唔好，食得好唔好。我哋成日講福音，但係對病友嚟講，義工嗰份真誠嘅關懷就係第一道福音。即使當下冇機會深入談論教義，只要能夠邀請病友一齊為佢嘅健康禱告，將佢帶到主嘅面前，呢個已經係一個好美好嘅開始。跟住分享兩個對我嚟講深刻嘅床邊故事。呢兩個可以話係叫做建立橋樑嘅故事。第一個故事，我俾個名佢叫做一支拐杖嘅依靠。有一次，我探望一位老伯伯，我冇一開口就講信仰，而係從佢身邊嘅一支拐杖傾下偈。老伯伯好自豪咁講，佢呢支拐杖陪佢出入，非常堅硬可靠。我就順住佢嘅話分享到，老伯伯啊，我哋人生都需要一個可靠嘅依靠㗎。除咗呢支拐杖，我哋生命中有一個好信實嘅依靠㗎。就咁樣，福音自然咁從生活嘅物件裏邊過渡到生命嘅話題。跟住我分享第二個故事，我俾個名去叫做從港鐵工程師到信仰對話。喺另一次係骨科病房，遇到一位因車禍入院嘅年輕工程師，佢床頭放住本佛經，一聽我係基督教義工，佢就直接拒絕啦。但我冇因為咁退縮，而係選擇繼續關心佢嘅背景。原來佢係港鐵員工，從學徒做到工程師。無巧不成話，我以前都喺地鐵站務部工作㗎。我就以前同事嘅身份開啟話題。當距離拉近後，我試住請教佢，作為佛教徒，你點樣睇今次嘅意外啊？佢分享咗因果論，我聽咗之後，亦都分享咗基督教對因果同埋恩典嘅睇法。呢份好奇心同埋尊重，反而讓佢願意打開話題，聽聽唔同嘅信仰觀點。最後總括嚟講，床邊信仰分享唔係要贏一場辯論，而係要贏得一個生命連結嘅機會。只要我哋願意先整理好自己嘅心靈，同埋帶住一份尊重同埋好奇走進病友嘅世界，聖靈自然會開路。我同大家分享一節聖經啊！嗰節聖經呢，就係咁樣講嘅：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膏了我，叫我傳好信息給困苦嘅人。他差遣我去為傷心的人裹傷，
以賽亞書61章1節。